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原来了然台语安尼写，华语的枉然枉费台语就是了然。了然哦，我对你遮好，你竟然安尼对待我。恁男朋友才甲你疼惜，事事行行替你设想，你竟然是变心爱别人，了然哦。了然的了，了钱，了钱的生意无人做，赔钱的生意没人会做。过来了了，一代亲，二代表，三代无了了。第一代的亲情上亲上有来往，到第二代，叔伯甲表兄弟姊妹，若要定定联络，就会愈来愈生分。若到第三代，就真正拢无熟悉咯，就是咧讲亲情的关系愈来愈疏远。若了了，另外一个音是了了，是另外一种意思。人要安尼，你共挑难；要安尼，你嘛共徛空，全你的意见了了。过来，气了了，害了了，就是完蛋了。了尾仔囝，败家子。今仔日的台语字了然，实在真趣味。